咬住個菠蘿油打電話。陳生，份藝術睇成點？咩話？你話3個器官高危仲有冇得買？上個星期深圳旅行團送驗身，驗出嚟嘅頂。呢單又凍過水。今日去見一個老細級嘅客，我啱啱攞份 proposal 出嚟，佢望住個封面就話：卡叔，我嘅風險管理就係唔管理。我心諗，多啲人好似你咁諗，咁我嘅退休計劃就係唔退休。下晝打個 call， 喂，唔好收線住，聽多10秒，當俾個機會我，又俾個機會你個人包翳。今日第100次被人當詐騙集團。我同事話我似賣藥，我話係賣藥就好，藥睇得到仲易賣，保險睇唔到好難賣。夜晚帶個新人出去見識，飲多杯啦李太。嗱，呢份派息基金個月派返幾千蚊俾你，包你老公讚你美貌與智慧並重啊，簽個名就搞掂。送咗李太上的士，個新人話：卡叔，佢醉到咁簽單，會唔會反口㗎？我話張單一次過俾6位數，都唔及呢位闊太1個月嘅零用。份單仲堅係個月有息派，佢老公係跨國企業 CFO，計過都知道有數。新人話：好勁呀你，卡叔。我話呢啲 fact check 碎料嚟咋喎，你唔好話我聽你冇學過啊。佢話有學過，不過冇諗過可以咁用啫。我講世上冇唔需要保險嘅人，只有買唔起保險嘅人。遇到買得起嘅，說服佢買多啲，都係名益佢，知冇？